Hello Sharona，係你可唔可以分享一個男嘅初戀故事？中學、大學個中間嗰段時間啦，咁佢中意女仔白啦，咁但係我皮膚比較黑嘅，佢中意女仔好斯文啦，咁我比較男仔頭啦，比較麻甩啦，所以瘋狂鬧交嘅，仲要咧係要用英文喎。用英文鬧交要好翹口啦，又開心又唔開心嘅，我實在係擺低咗，擺到我自己最低。望翻轉頭，我好感恩呢個人令到我覺得，原來我有好強勁嘅愛人能力喎。最大嘅問題即係我見到自己嘅就嗰個愛錫自己嘅程度好低，咁我愛人嘅程度好高，咁我而家要開始學習平衡翻點樣去愛自己，同時點樣去愛人哋啦。初戀的好不用改。